后来继续来讲基盘卡，也就是一般咧讲的水茄冬啊。风形容是热天的暗暝，树顶的烟火。今年的开花期比去年慢一个月，依然有52家湿地。即摆水茄冬啊，这当咧大开，有够水。哦，这花足香的哦。这花香，暗时也搁较香。白色、粉色的水茄冬，一日开花都蜜蜂来采面，花下去落伫水面，特别浪漫。很浪漫，还有一点点微微的馨香。这种树一定要种在水边，它才会漂亮。今年比较晚的原因是什么？应该跟温度以及病虫害有关。今年花期甲去年5月份比较起来晚一个月，依然有真侪民众来这里翕相。到暗时搁较水，有民众家己穿手电啊、手机啊一直翕，而且过无偌久就新比起来。哦，有，常会听得来。水茄冬有夏夜烟火外好，一罐一罐烟火花看起来真正水。这款花还有真特别的所在。掉下来之后，经过10个多钟头，早上你过来，你拿起来还是有弹性。专家讲，透早5点是赏花上介好的时间点，一般分布伫5街的52家湿地、罗东的月美圳、圆山乡等等3地区。爱花人士唔通错过台湾原生的海滨事物，趁花还伫开，赶紧出发。